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万事万里。孤单的异乡，离开你呀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呀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哪有可能？你若解袂开的毒，迄个臭苗种我都解开。敢讲，这个苗通根本就是下毒的人，安尼伊当然有法度解啊。对哦，这嘛道理呢。千里顺风。假使即摆若换做苗通，伫咧对咱怀疑无乱，恁的感想会安怎？伫还无证据以前，咱就怀疑伊，安尼就对伊无公平。代志还未确定的是非进前，恁就讲出怀疑的话，安尼就是做口业。娘娘啊，我知影阮无应该安尼讲啦。嘿，要毋过伫即棵遐附近哦，拄要迄个臭大棵的，啊，就臭苗通上歹啊。毋管苗通是毋是干涉，咱拢爱以正气代替邪气，以和气代替恶气，以志气代替文气。啊，多谢娘娘开示。凡事虔心努力求，我自奋发天涯路，情路无痕通大路，必日一现永安见。你看这首唱诗，每一句的头一字，加起来就是行恶清白；每一句的后一字，加起来就是救助路见。所以就是行恶清白，救助路见。害我清白，救助路结，佮不哩顺啊？啊，什么意思你知无？我知。禀三公主，今晚你先去休困，小姐我来顾就好。你休困，小姐我来顾。这唔通啦，你是三公主呢。是，我是三公主，我想要做啥就做啥，所以我讲啥，你就照做。是。本来，真人讲，我若爱你7分，你就会欠我10分。这敢真实？其实我对你的爱，唔拿7分，是超过10分。我唔敢要求你，嘛同款这么爱我。只要你对我的爱有5分，我就心愿已久。就算讲你对我只有1点的情意，我嘛一直守伫你的身躯边，永远无要离开你。
迄是我对迄张签诗改出来的，顶面的意思就是讲，兴我清白，救助路结。我捌听我的后生文山讲过，罗大人过去有那是做过朝廷御史大人，伊做人忠直，可以记讲有一遍皇上做了担保唔对的代志，朝廷大大细细官员，拢唔敢向皇上讲起。到甲罗大人，伊向皇上直断。后来啊，听讲皇上非常欣赏伊，所以讲，文山捌罗大人，捌哩，也毋过伊过路很乡了后，伊就住伫阮遮隔壁县的丽水河边啊。阮文山每一遍，若是写好伊的诗词，拢会摕去请教罗大人。讲起来，因两个吼，我那是无年纪高啦。老好哩，安尼我知影，阮即马就随来去找罗大人。也无再麻烦你。唔通安尼讲，陈丽、顺风，咱行。好是。林公主，找到罗大人，就使叫出阮阿尔，安尼啊，袂互人抬头哦。林公主，是毋是啊？天宝啊，我相信哦，恁阿爹一定有甲什么证据交予伊，阮今来去找伊。伊做人遮尔啊公正，一定会替恁阿娘洗清冤枉的啦。安尼就好诶。天宝，爱甲阿嬷顾好，唔通我白走，知无？我知啊，你要较细腻哦。较细腻的。伊哪会伫遮？敢讲伊一直陪伴伫我的身躯边，也毋过伊是三公主呢，伊敢会用安尼？敢若袂用哩吼？毋管你是毋怪我，也毋过我一听到你有劫数，你有危险，我就马上赶过来。我想，就算我出家做尼姑，迄嘛是一个假的尼姑，因为我也是真想你，也是真爱你。问你，安怎？是毋是倒位无爽快？我来请你。免啊，我无代志。我想要问你，你敢过会记得咱两个人的约定？当然会记，咱要做伙去咱的花园。你真正愿意和我去咱的花园看花？敢有可能是这间？有所为记。我看应该就是这无毋对啦。千里，弄嘛。有人伫无？有人伫无？公主。有人伫无？
找到代理呢？有人伫个无？应一个声一个啊！有人伫。无人啦，有鬼，鬼哦！哎呦，同志吧，我拄咧听到有人咧话讲有鬼呢，啊鬼就上惊我的，我会这么假鬼假怪，甲我踹！出来！来啊啦，来啊啦！哦，来啊啦！啊，你倒一搭来的？哪来遮呢？请教你，这是毋是罗家罗大人的厝地？是啊，但是即马吼无人敢住在遮啦，敢若像阮即几个吼，三分无成人，七分无成几个留去遮吼，住在遮尔尔啦。什么人敢来这间鬼仔厝呢？鬼仔厝？啊，东罗大人的厝地，哪有可能变鬼仔厝啦？哎呀，无偌久进前啊，罗家人啊，着着即种怪病啦。以夜之间啊，死36个人呢。这36个鬼仔魂吼，每一个嘛，都离啊，大细声叫，我惊人的哦。啊，罗大人就死啊！伊无死啦，甲剩伊甲伊一个下骹手人啦。那安尼请教一下，你敢知影罗大人伊即摆人伫什么所在？唔知啦，这我要哪会知影呢？我知影。啊，你知唔就紧讲啊？听讲哦，罗大人哦，伊真伤心啦，无想要见任何人，所以哦，带着伊的下骹手人，无声无息远走他乡，无想要任何人知影伊去倒位，所以根本嘛无人知影伊到底即马是伫倒位啊。哦，所以你有讲等于无讲。真感谢啦吼，后摆唔知唔通讲较长。规身躯汗。哦，这菜呢？是的啦，是的。这手巾啊，你唔出场要再来晒，你人袂叫人生气啦。你袂记啊？我捌用这条手巾啊，拭过你的目屎。这条手巾啊，有你的目屎，我哪会甘洗掉？小心，有杀手！这杀手佫真可爱哦。我抓真有人要害你啊！所以你要赶紧挡在我面头前，要保护我。你若出什么意外，我一定最伤心的。我嘛是。当我知影你中毒的时阵，你敢知影？我烦恼到强要起笑，我真正足惊失去。好佳在，有苗通真人救你，你才平安无代志。所以我想要请苗通真人，不要同齐去泰山祭天。其实苗通真人，伊唔但法力高强，医术高超，而且伊还阁是一个一心想要济世救人的修道者。恭喜师傅呢！三公主叫决定要邀请师傅下面去泰山祭天。那你到时阵哦，师傅就机会用去收到天地日月精华，通好对阮妈做啊。这件代志，三公主有叫去工商来甲我讲，不过拄则师傅听你讲话口气，好亲像无啥好意思。哈！讲什么七彩杀人狠狠，真让我接受难度。其实，你只不过是爱道义去救三公主，爱道义搁和三公主做伙尔嘛。师傅，我问你哦，迄手内面的到底是你藏的啊？只有内面的毒是毋是为师藏的，并无重要。
即阵我要先问你，你会当当去三盟主的身躯边，再续情缘，永不分离，你有欢喜无？佮再讲，三盟主有真侪冤仇人要治伊的性命，你若无赶紧当伊的身躯边保护伊，三盟主随时无惊。你甘忍心看到三盟主这样少年就离开世间？你甘甘愿从此离开？小龙女，为师会安尼做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师傅，你到底爱到底留伫三皇主的身躯边，替你做啥物啦？三皇子若是会当登基做皇帝，必要的时阵，你要做为师一臂之力，叫三皇子聘请我做国师。那咧早晚，为师就当接阿实权，统领天下。师傅，三皇主伊人慈英明，爱民如主，伊真正会让老百姓过好的日子啊！为师敢会做比伊较差？你放心啦，到时阵三皇子同款是万民之上皇帝，伊同款当教你快快乐乐幸福过一生。紧转去，啊若无三皇子若无看到你，你是会真着急的。好啦好啦，路伊先来走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？你少年生死相许。大姐，咱知影罗建罗大人搬去倒位啊？我唔知影，你去问别人啦。阿姊，你敢知影罗建罗大人搬去倒位？我唔知啦，你去问别人啦。姐姐，你敢知影？对。对啦，就是在我遐甲我讲，伫伫阮搭拄到一个是伫路甲做工课的人，啊，了佮甲我讲，迄个人是伫阮搭头家的小弟。头家，什么代志？我是吴文山因囝，阮阿爹是西恁小弟。吴文山。哦，对。那安尼请问，恁小弟人即马咧倒位？真远的钟南山。伊敢有甲罗大人做伙？罗大人对伊有恩，伊嘛对罗大人忠心耿耿，所以才会对罗大人去钟南山的无悔誓言，侍候罗大人。钟南山无悔誓言。哎呦！哎，你这囡仔，是啦，是啦。你敢毋是阮隔壁村杨氏因兜的囡仔天宝？对啊，是的啦。啊，你是凶公公要走去倒啦？我娘有救啊！我娘有救啊啦！真实的啊！当然是假死啊！只要我去第个所在摕到证据，一定法度替我娘洗洗冤枉，会使甲遐害我娘的人得到报应。钟南山不会输赢。阿妈，我今晚准备来去找罗大人。天宝，听讲钟南山离咱家还阁几百里路咧，你是要哪去找啦？不管有偌远偌危险，我拢要去。我要去叫阿娘啦！我要去叫阿娘回来啦！天宝，阿妈，我就老实甲你讲，我已经听三皇主讲过，若是无新的证据，甲了翻案，到秋天，阿娘就要互人斩头啦！秋怪。是啊，三皇主是安尼讲的。即摆是夏天，一定过到一半，秋天就要到啊。剩没偌济时间，我一定找到罗大人，甲阿娘翻案啊！天宝，阿妈想要甲你去。阿妈，啊毋过你，
我知影，阿妈行动不便，会拖累着你。天宝啊，你用去找林公主啊！林公主形神放意，一定甲你斗相共的啊！好，你去找林公主，甲你斗相共。好，我去找伊。天宝，天宝诶！对啊，我来家准备，甲天宝准备一寡，通好洗碗衫裤。不用的，我应该等下新娘伊上看到电梯，再来甲你指示。行动，是。这。这条路行到底就是阮家。阿妈。跳！那边没人，不换人，继续。阿妈，即马要安怎？嘘，较细声咧。你即马吼，赶紧去找林公主，行细条路，唔通行大条路，知无？我知啦，你较细腻的哦。阿妈，较紧的啊！阿妈，你莫跑倒哦！哎呦！阿妈，妈，还有好明姑，为什么台南啊？好明姑，是吧？好动吧？哦，好动。哎，对啊，好动哦！伊向上台下奸商，遐贪官污吏，伊变台咱这款软弱老百姓啊！安尼是啥物对付来啊？这阿妈嘛唔知影呢，代志哦是袂那简单的款，不过咱今日伊就是假。哦，妈要死你的，妈要死你啦！喜欢我妈妈。啊！紧行啊，妈！阿妈，死你了！阿妈，你玩哪无啦？无啦，我紧张。阿妈，紧点啦！死你啦！所以你啊，你有看见啥物奇怪的人无？无啊，刚鬼要知名。阿妈，你弄啥多啊？紧闭起来，紧闭起来。你个这里，你要爸爸啦？阿妈，迄个人嘛是白了呢，是无？应该是啊，我看咱袂去找林公主，咱不会拖累到伊啊。安尼免做，安尼免做啦，阿妈。点啦！我看哦，咱向南边直直走，阿妈甲你去终南山，吼，去啦，去吃。听到因妈孙仔两个人啊未？大人，人叫走去啊，也毋过因无去妈祖庙找林怀德。哼，因若是找到证物，莫讲是我性命难保，是你嘛会人头落地。我知。因讲要向咱去找证据，安尼就一定是向迄个方向去。马上派出所有人马，还联络庙通精灵，加派几个高手来支援，一定要甲因妈孙仔两个除掉。红颜树，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。讲要向咱去找证据，安尼就一定是向迄个方向去。马上派出所有人马，
还联络庙通精灵，加派几个高手来支援，一定要甲伊妈孙仔两个除掉。是。你这个高官实在有够可爱。好，我先留你这条狗命，先来救田宝英要紧。即摆的高官和师傅交结做伙，较师傅安尼去救因，师傅到时一定会真受气，伊绝对无可能原谅我的啦。妈，哎呦，你看不见了。免啦，免了，去走。哦，哎呦！阿妈，你安怎无啦？阿妈，阿妈。哎呀啦！阿妈，你起来哟！阿妈，你起来啊！起来哟！阿妈，阿妈，你起来啦！阿妈，进，高爹，高爹啊！阿妈，只要一面看厝，咱是起来跟秘爷来讲啦。大人啊，拢找无人呢，一定是秘籍店挂出内底，赶紧敲！你去走啦！没呢，我爸阿妈一个人走阿妈。你若不带阿妈走，你走袂记，你紧走啦！我呀，我不啊。紧走，你快点嘛！阿妈，伊来啊，你别讲话。天宝啊，是啥物人救咱啦？阿妈，我是准备赶去啊。哦，进来，赶紧进。你行不行？哦，爷爷，走！来，林志，快下去，在这，给阿妈的。阿妈，林志。来，哥哥。我，你把零食啊。来，这个你是第一样。这位恩人，你待阮待得，我妈孙仔这世人绝对袂晓袂记的。是讲，唔知要安怎称呼你好。伫个天顶，我已经互人拄命；伫个人间，我嘛身份不明。这位恩人，啊，你连拢唔讲话啦？阿妈，迄位真的走去啊！啊，走去啊！叔子，免奈是你，我毋是伊的对手。我袂用搁再设身还界。阿妈，真的转来啊，阿妈。这位恩人，
你拄正是去？好啊，莫搁讲啊，恁即摆紧走，恁为南平行2工，再为东平行，咱的用着无法度做去嘛。啊，毋过你好啊，莫搁讲，紧啊，我都袂赴啊，紧啊。哦，阿妈，谢谢你，阿妈。多谢哦，免客气，紧啊，紧啊。妈，谢谢你。希望恁一路平安，早日找到正果。你见到为师的徒弟时阵，应该嘛知是替为师做代志。夫，唔该妈孙仔实在足可怜的呢。你谁人要甲老孙母斗相共伤害因啊？当初是为师踮伫只落地生根、公交信众的时阵，孙府大人甲为师斗相共真多。是讲为师嘛幸福真多，嘛替老孙府做真多无法度做的代志。那你师傅是咪从今以后你都莫甲伊斗相共啊？袂用的，以后用到伊的所在还阁真多咧。为师无希望因为一个小小玉凤的案件，互老孙府官位拍无去，甚至无命。那你为师以后就减一个机理通用。师傅，你当一个金科玲珑，到时甲遐贪官污吏交结。搁再讲，你即摆应该做的是踢破因的真面目，替阮家讨回公道才对啊！对未？为师要安怎做，敢有需要你来教？我安尼做嘛是为着你好嘛。为师安尼做，更加是为着你好。小良友，你想看卖咧？老孙府一旦被查出贪污、听凶杀人，你必定被斩首。安尼到时阵，你孙府千金敢阁做会成？敢要会当甲三皇子相守一生？唉，泰山这天对为师来讲太重要了。啊，那你是为师上该疼的徒弟，为师到即阵还阁会记的。迄当时第一遍看到你的时阵，为师完全无考虑，就甲你收留落来。多谢师傅的永着之恩。我知影，我自细汉都是一个孤儿，阿爹阿娘袂伫我，是师傅你好心收留我，才有今日的小良女。是师傅好心收留我，照顾我，教我武功，我唔才有法度活到今日。既然安尼，是安怎你唔知影通感恩呢？处处甲为师作对，为师敬告你，若敢破坏为师的代志，为师就你甲三皇子永世无法度见面。小良女，为师要杀三皇子是真简单的代志哦。师傅，我拜托你，莫伤害三皇子。以后你叫我做什么，我听你的就好啊嘛。拜托啦。天宝，进来哦！嘿嘿，甲你炸鲢鱼汤来啦！嘿，阿伯啊！哎，做个啥呀？哎，天宝啊！阿伯啊！天宝，天宝，阿伯，无人伫。奇怪咧啊，透早内拢无人啊！我靠，谁看卖？阿伯啊！阿伯啊！阿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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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佳仔，我认出来啊，你就是迄个林公主吼。啊，若无我嘛唔敢活来。啥喏？
发生什么代志？昨暝足恐怖的，我看到一阵足可怕的人，因走入去黄家，因想要掠因黄家两个马孙仔。你意思，因两个马孙去互掠走？敢若因无互掠走，后来迄阵人就骑要走去啊。啊，你敢知影因即摆伫佗？唔知影。也毋过，昨昏田宝因阿嬷来阮家向我借钱，讲田宝要去结婚的所在，我无钱，所以无借互伊，我干那替伊穿一寡大娘。这两个所在，因为做一个风流走，你是晓问无？啊，因到底是去佗啦？终南山。终南山，请你的顺风，恁两个往东向南，我西西向南找马孙仔，不管找有啊找无，咱拢伫半场道相会。是是。马祖甲千里眼顺风耳绝对会去救黄家马孙啊！恁两个对太上老公遐偷窃出来物件咧？昆战术，新生单刀，无极神路，雷声幻轮。先擒千里顺风，再由马祖来救。一网打尽，一个拢卖留。1800年的冤仇，今日全部解决。望南树，孤芳小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田宝，田宝啊，阿宝，阿宝，田宝，阿宝，田宝，阿宝，田宝。田宝啊！田宝，阿宝，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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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，阿宝，田宝，田宝。阿伯，这问一下吼，你敢有看一对马孙啊？阿嬷哦是目睭青眉，迄孙啊差不多这大汉，有惊这过无？啊有，对啊去。哦，多谢。公主，安怎？赶快找无？是找无啦。啊，毋过阿伯讲吼，因两马孙有这个方向行。行，咱进来找。哎，公主，稍等一下啦。阿要甲你参详一下啦。既然吼，咱已经知影因为倒位行，咱一定要紧来去来救。要若无有一个啥物沙顿底是要安怎？所以讲，敢会当用这个？咱行。是。哎呦，真正大过他们开水槽，这明明是无可能的代志嘛！你阿背，你家己豆背，我们来行。讲我臭。没吵啊！哎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公主啊，那上车路嘞，咱们行对调。恁两个对迄边，我对这边。是。等下，顺风诶，你唔通阁轻举妄动啊！你讲这哦？进去。是，行。小蛋呢？本来啊，
啊，你搁摕这食的物件是要互啥？李有峰啊，又果是伊，后底毋是甲你讲过，李有峰的代志你莫搁插手啊。这个案件，这个案件是一个冤案。李有峰甲伊死去人婿同款，拢是去互陷害。我加上有人做亏心事心虚，惊去互踢破，所以你是咧胡白讲啥？啥物有人做亏心事心虚，惊去互踢破？吴文山因人阿某本来就是，你到底是安怎啊？三王子的尚方宝剑，毋是已经替你去邪改的啊？啊，你哪会搁？我呸！需要去邪改的人是你，毋是我。我，你安怎？你为着要巴结顶头的人，为着要升官发财，所以大逆不道！你哪会安尼甲我讲话？我是你阿爹呢。你是我。敢讲做人的爸母等于无讲道理，无面慈悲心？你，我讲啊对唔对？你家己心内真清楚啦。你做遐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你莫抓住。我也高龄。文姑娘看起来，甲老大人伫遮咧开讲。哟，这只是我庙通讲唔对去，文姑娘应该是去老大人驾驶才对。文的，你无代志？我看只好搁请三王子开阮咯。老大人，什么意思？凡世顶边并无彻底为文的去邪改的，所以属下大党啊。搁要借尚方宝剑一表。老大人，唔免啦。连千金一切安好。文姑娘敢若是年轻气盛，个性较刁滴，较坚持己见而已啊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我感觉伊老大人，我有庙通甲你挂保证，连千金绝对无去中着什么邪。文姑娘，庙通安尼讲对吧？文的。你手提物件是？哦，这是要你有风食。这规工哦，伊拢安尼袂食袂啉，我就专工叫下骹厝人准备遮勇气的安心物件要予伊，较免伊真正去互害死。三公主会用你无？当然会用的。老大人，只是一寡食的物件，你应该是无意见。啊，属下不敢，属下不敢。殿下，咱是毋是会当继续来研究发放赈灾官员的代志？所以真人，你认为，把这所有代志全部交老大人专权处理就会用的是？无毋对，但是。我想要亲身参与啊！这种小可代志，交互属下来做就用的。我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我不应甲三公主讲，这老师傅和师傅暗中交结。也毋过，我阁无愿意目睭紧紧看到三公主一步一步行入陷阱。我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天宝啊，你哪会停落来啊？啊？天宝，你哪会遮烧啦？搁流汗流到安尼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？阿妈，我不要紧啊。真是无要紧啊。来休困一下。唔免啊，拄则迄个阿姊毋是讲将咱三弟要到啊？咱还是继续赶路较要紧啊。也毋过你安尼，我会看咩啦？而且要救安尔，咱袂用个耽误啊。天宝，天宝。
正是啊，正是啊，正是啊！阿婆，天宝精神啊！什么？安娜，歇困一下，感觉较好哦。天宝啊！阿妈伫遐啦。阿嬷烦恼死啊啦！哎呦！天宝啊，你真正要互讲尻川啊啦！阿嬷咧讲话，你拢无在听呢。虽然讲阮拢知影你真友好，要紧去找大人，洗清恁阿娘的冤枉。遐毋过吼，你袂晓照顾家己的身体。若是安尼吼，你有一个啥物失觉差吼，你要叫阿嬷安怎？阿嬷的心肝宝贝，嘛是阿嬷的希望，你知无？天宝，所以讲哦，该认真做时阵就爱做，啊该歇困时阵就爱歇困，你知无？多谢两位大兄，恁来就是赶到位，啊若无吼，阮两妈孙仔早就无命。阿婆，我两公公主哦，分开来找恁妈孙仔啦，伊等下哦就赶回遐吧。是讲阿婆，啊你要找罗大人，哪无甲我讲一声？就是讲啊，阮公主哦一年前日甲恁斗相共的嘛。我知啦，这段时间冤家代志已经足麻烦你啦。恁公主人这么好，为着阮搁拖累伊，真是冤家骨折。因为阿妈讲，你爱自立自强，免啥物代志要麻烦别人啊。啊？哎，什么别人啊？哎，阮公主早就甲恁兜的代志当作是阮兜的代志呢，阮早就甲恁当作是共一家伙的人啊哦。水，阿婆，就算拼命哦，我嘛爱替你冤家讨回公道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安怎？恁公主哪对阮冤家这么好？因为慈悲为怀，因为大家拢是朋友，嘛因为有缘嘛。对啦。抓到千里眼、顺风耳这两个路财，就一定会当抓到林月娘。当然啦，姓林的上大的弱点就是自卑为怀。嘿，恁两有啥物代志啊？要搁有啥物代志，一定是来找麻烦的嘛。好，给恁一个机会，赶紧叫恁兜主人来甲恁救。也若无，马上爱恁的性命。你敢唱声呢？哦，我足惊的呢。啊，恁敢知影我是啥？互恁一个机会，赶快死你啦！哈！恁两个千里眼甲顺风耳啊，无名的小辈。恁大姚啊，咧逍遥天地的时阵，恁阿公唔知伫倒位等投胎咧。哦，这么好摆哦。系啊，无请教。我替人会做好酒共款，大嘴大嘴啉的拉花灰哦。无分是非黑白，干那知影爱人命的无非战吧。哦，还是我记袂起来。哦，伤啰嗦啦。无安尼小改一下，你叫做叔啊，你叫做臭叔啊，安尼敢好？废话减讲，等下你就知阮的厉害啊！你嘛一边？阿婆啊，天宝啊，后壁休困。细字的啦，因手提咧，敢若是无去新路，我伫老公遐看过，你最厉害咧。是我厉害。以咱的结束哦，若叫讲着哦，无死嘛半条命，而且咱的功力会拢叫起。哼，你个不哩阿妈会嘛？哎呦，拍袂赢人就闹家死，安尼敢会看的啦？我当物件空嘞，再来拍。惊就惊，讲遐尔济，叫恁兜主人林月娘来救恁。哦，原来你是要利用阮两个，引阮公主落恁的陷阱哦。废屁！这个鱼呀，三两个等我你人出去，我就该拼命。嘿，陈丽啊，谁子啊，陈丽！陈丽！我很重我啦。还有呢，还有呢！安怎？是毋是要叫恁兜主人林月娘出来救恁啊？也若无，唔免我的时间，恁就发啲全部焚烧劈散。我们困，你们这边忙。就算阮会死，
嘛要害阮娘娘落恁的限制。嘴阁真硬嘛，看卖啊，恁有偌大的材料？住手！娘娘，太上李老君的无吉生路。哼，天妃娘娘，你总算来啊哈！我哋阿准讲，你拢不爱插部下的死我。好说，这是你，这是限制。十八岁吼，当初我收服你的时阵，你是安怎讲的？你讲愿意生意悔改，想袂到你今麦私自脱逃，走来人间作乱，还佫敢偷摕太上李老君的法宝。你讲，到底是什么人指使你？你有啊？大胆！我紧放走千里眼的沈凤令，束手就绑。哼，阮束手就绑。看卖是谁束手就绑。坤先生，哼，乖乖徛入去，若无就目睭紧紧看你的爱情，魂飞烟灭。娘娘，小孩性命无简单，你紧走。是啊，娘娘，你还阁大话世人，别阁管阮啊，紧走。放人走，我就徛伫坤先所内底。我乃正道，言语有信。天妃娘娘，请。紧带马孙仔走，这交我处理就好。恁紧走。娘娘，袂用的，坤先生是爱人命的，娘娘袂用的。你免管我，替马孙仔找到正人的遗书，留给罗大人较要紧。你紧走。我不爱走，我要留落来，跟娘娘斗相共，我不爱走。什么人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你嘛一路还感觉到我的存在？我知影恁两个人是上好的护法，是上忠心的部属。这几年来，感谢恁伫我的身躯边斗相共。恁紧走，恁紧走！娘娘。啊！娘娘！娘娘！恁紧走！娘娘！娘娘！娘娘！妖孽！竟然敢讲话无算话！你拢讲阮是妖孽啦，为啥那要搁甲恁遐正道共款讲话算话？兄弟，掠人！坤先生果然名不虚传，连天妃娘娘都无法对。哼，迄个老的甲迄个囡仔就放因煞，卖对啊，因为咱已经顺利掠到妈祖婆。坤先生还阁有无极辛劳，敢会当治妈祖婆的命咧？唔知影，啊毋过咱会用试看卖啊。好。你了解无啊？阿婆，你
你别烦恼啦，我袂要紧啦，我只是火气大尔。你这个破少年，你是动会袂动的？哦，另外一个破少年啊，麻烦你甲你的火切清气再搁讲好无？所以你都遐，你冇会？啊，你两个拢无会，你咱小休一下好无？阿婆，阮真正无时间休困啦。阮公主即摆唔知安怎，我请你的啊，咱有需要等去甲公主斗相共无？问题，咱即摆若无到甲公主斗相共对付两只精神，咱佫无把握现在甲阿婆甲天宝送伊无会随迄路台。要毋过咱这两条命拢是公主救的，公主对咱稳重如山，不管啦，咱一定爱转去。对啦。好啦，鸟食盐剩万死的，人改拼，做什么事？来死你公主的身份边。对啦，孙啊，行，阿伯，你先去我者，我念你到。我在想，用你这样拼命，我是希望咱甲天宝甲阿妈送去文化寺的。对，无听娘娘的话就是不忠，无甲娘娘交代的代志做好，就是不义。兄弟啊，你还有气力无？你是要怎？我要甲你比赛一下，看什么人先甲阿妈甲天宝送去顺义找刘大人。管娘你，我惊你无法度咧。我跟你爱你来，我爱你。好袂？娘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安全甲阿妈甲天宝送去顺义找刘大人。你爱振作。娘娘，我真敢无代志，我一定甲你交代代志。万祥，我结婚两家，我啉过煮甲你两位，这叫做苦。你若一直徛伫外边，歹入来。天大地大，双风主伫办公，啥物人敢招摇？大小姐，我是倒位搁了你生气啊？哦，我知啊。这两天我伫咧无闲处理宜林郡下来赈灾官文，无时间陪你，所以你无欢喜啊？这样爸就看你。好啦，北塘的人是我，安尼会用的无？你无用安怎？哇！几日才给你凊彩温柔，安尼老百姓唔着救啊！讲条边遐人哦，真正有够混用的，竟然天生爱参观武力，而且。我也无讲唔对啊！进行调停跋落来，要修理爆发风水灾，甚至要摕来救灾民遐军鸟，明明就是捡遐贪官摕去。其实父王这边派我出京，前往泰山这一天，嘛是为着要利用这届机会暗中调查这件代志。所以你嘛袂当完全怪罪是调停混用啊。那安尼，即摆调查干啥？虽然有疑点，但是找无证据，佮加上李玉凤的案件，到即马嘛是无任何进展。对啦，李玉凤佮接物件，
嘛是唔食唔啉，一直咧问我讲，谁来伊的大家佮伊的后生，哪会遮久拢无来看？李玉环的案件，我看新单机袂进在官文，交你阿爹，还有苗同真人去法院以后，我才会想办法。你搁这，你要甲遐尼济姑娘交互到，我是讲你要交阮阿爹，还有苗同真人去法院哦。是啊，你阿爹所宣布的救济灾民法院计划了真详细啊，所以我唔才会。你真尔相信阮阿爹，还有苗同真人？现在我唔相信。你看袂出来哦，我袂当讲，为着你的安危，我袂当讲。文内，你是毋是有啥物顾虑，无方便讲？我真正就无方便讲的啦。你敢若袂记？这昆先生那是万古人物，不管什么大罗先生，拢会当制服，而且你愈发讲司法，伊就让你愈艰苦。歹势吼，这新罗吸取你原神精气的速度有较慢淡薄啊，咱来较紧的，啊若无，咱的主人会无欢喜。望眼像孤帆寂无行，孤单冬伊我着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知易知险，在亲民，在知易知险，知止以后有定，知止以后有定，定以后宁静，定以后宁静。这就是孔子讲在大学内底讲的定静安如定。阿伯，够呀，够呀！细弟，来帮细弟，来调，调一下啊！你要紧么？有啥要紧？啊？你要紧吗啦？天宝，啊？陈丽呢？伊倒伫涂骹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天宝啊，你两大兄较好无啊？我唔知啊，伊哪困去啦？大夫马上就会到位啊！多谢多谢。啊，恁这尔啊光走来终南山，敢有啥物代志？请问，咱这敢有一位前义士？义士大人，罗大人。我就是啦。不过我即摆已经辞官退休啊，你就唔通阁叫我大人咯。罗大人，大人，我求你啊！罗大人，你听叫我阿娘，罗大人，拜托你啊！囡啊，你讲要救恁阿娘，恁阿娘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代志是安尼啦，我的后生先前是官府内面，伊担任保我守护的感觉。文山，是黄叫黄文山对不？
对，怪后生，因为伊怀疑讲，伊的定是袁老爷可能有贪污朝廷的官员，所以伊就可能有啥物证据吧。伊全咧就去找顺武大人、老英台老大人遐告发啦。伊也过以后，后事就死了不明不白。我心不毛冤枉，只好另去怪你的家落的。阿爹是真正，讲好阿爹一个马祖无求来的问题啊！内底有一张枪支，讲会使来叫做罗大人啦。伫两位大兄帮助之下，我甲阿嬷走来找你啊，罗大人。无爹，有甲啥物物件交互你无，罗大人？有，迄阵确实有交互我一寡物件。是不是会使替我阿爹、阿娘做一我好的物件？刘大人，我求你，你是不是当洗清阮囝冤枉？我求你，莫安尼，老大人，我求你，拜托你啦，老大人，你真救我阿娘。老大人，大家拢知影你过去是百姓所尊敬的医师大人，我后生就知你为官清廉，会当为百姓主持公道，而且马祖牛牛献成之意，我才特别来找你，大人。我求你，求你为我后生心软，救我媳妇出。大人，我求你，大人。来起来。顶站啊，文山确实来找过我，伊摕一寡伊家己写诗词走来叫我，着甲指导的。不过我看了，迄内面也无啥物通证明恁清白的物件。孙老爷，公主应该会放心啦，公主应该袂失踪啦。对。迄个疑似路径一定有啥物隐瞒，到底伊是隐瞒啥物？伊有搁为啥物要隐瞒？若毋赶紧想办法，天宝的马孙啊，一定有性命危险。也毋过，千里眼，顺风耳，千里眼。顺风耳，娘娘有危险啊！娘娘，小可来救你啊！去叫大姐起来！你那个是安怎啊？阿伯，我有要紧的代志，我没来去救人。哎呦，啊，身体都袂堪的，可是要救人。大夫毋是讲哦，你除了服药以外，再搁静养1个月再用，敢毋是？啊？我一点仔拢袂用等，袂当等。这件代志比阮的性命更加重要。安尼。
你有要紧无？行，落大雨啦！大雨啦！是安那干呢？这两个是何必苦嘞？大人，大人，有人客来，今仔日唔见客啊？是老爷。乐见参见比赛，免礼免礼，先生是尊者的恩师。尊者特别交代，不可怠慢先生。搁再讲，先生是东调的精灵艺术，就算是皇上，嘛就要敬重你3分啊。气感。老朽自退休以后，就是一介平民百姓，岂能享有什么特权啦？尊者好无？真好，真好。安尼。老朽和尊者的批，伊一定拢看过了，所以尊者才会吩咐我来探访先生，而且还准备小小的心意。普书国的绸缎，还阁有老朽几十年来拢有无修礼的习惯，这我想尊者伊拢会记的。我看这物件，伊就搁再带倒去。只有我有尊者的批，伊拢看过，就应该有所处置。朝廷疼惜子民，拨款为阮受到报还，但是这阵却是一般贪官要贪赃这物件。查过了，这是一场误会。收件报还，安定民心，一切正常。请先生你就唔免烦恼了。这若是一场误会呢？这敢对？当然，这几年来大水灾祸不断，民心动荡不安，乃天运不济。皇上已经派动三皇子前往东岳泰山祭天，相信上苍一定帮助我皇安定社稷。所以，尊者就认为这只是天灾，不是人为。不过明明对啦，尊者真该请先生所编写的调工全书，唔知进度如何，尊者急要看。真紧就好，真紧就好。尊者要常常会记得编写调工全书，一心治国的代志，非常注重啊！唔知会当先拜读一下。当然可以。来，请医师册吧。请。安怎？滋味袂歹哈？恁参到到顶间做妖怪，滋味好无？伊是什么意思？4个啉头，还阁硬嘴。恁两个无受天意的约束，任意飞行，恁恶作为，然后呢？然后继续逍遥自在，继续做你的夜婆。你会想看吗？恁当初为什么要修道？都是无愿意去做正事，无愿意陷入六道轮回。恁希望家己会当超凡入圣，会当成仙成佛，你敢袂去啊？哼！你即摆足无简单，才化作人形。你修成正果，敢若差一步。你唔通阁听信歪理，误入邪教。安尼就足无价值了，恁知影无？敢若有一寡可惜呢。你想过路了？为何？你两个莫听我讲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
足无简单，才化作人形。离修成正果敢若差一步，你唔通阁听信歪理、误入邪教，安尼就足无价值啦，恁知影无？敢若有淡薄可惜呢。你想过路了？为好，恁两个莫替我白讲。请好了哦。修成正果，修成正果，嘛就要修不了百年功夫。我再讲，修炼就当得道，修炼就当成佛，安尼啥物人通过无情？你兄弟啊，像我修了百年修袂成，要不要做成事？对啊，阮足可怜的。人家做仙做不来，规工就干那会晓讲咯。互恁掠准讲恁早晚嘛当做仙做本，其实这拢是骗人。你唔通相信伊的话，只要恁虔诚修炼，一心向善，认错改过，佛祖慈悲，一定互恁练得仙班的。恁知影无？妈祖，你的虚情假意、痛痛的慈悲，你留咧对付凡间的百姓就好啊。恁两个人心通公公怎安尼去骗去？爱记的，恁三弟雪山乌雕是上代事。你唔通听我爸讲，雪山乌雕根本就无死，伊听我的劝导已经回头，规身伫南天门，伫龙神的麾下继续修炼。伊即摆已经变做是护法神雕啊！为何？你去天路的时阵，敢是有看到伊？对啊，迄只神雕佮偷偷5年过目。黑龙神性爱不脱，妈祖，我情何灵王我哪有你识的？你当时你叫我嘛无动机，耐心等待，结果反倒当你踮伫局地面头前讲的歹话，我情何灵王，本地当是你这天条大元帅。东海灵王后爸比你较适合，这是事实。迄是因为你甲有私交，你处处答案我。安好生气哩！迄是你家己造成的，是你想过头自信，你就无遵照玉帝的旨意，你自作主张，你已经犯几摆错，是我救你的，你敢唔知影？救我滚！天大巧话！南陵不务成才，庆东6月大喜，行城苦旱19个月。拢是你失职造成的灾厄，求得几落摆，都要惩罚你，是我去替你求情的，而且会当互你改过识错的机会。要若无你即摆，敢有才调做你的情好灵王？我安那甲你苦劝，你就是唔肯听我的话，你一直怨天尤人，总是认为家己有志难伸。你敢知影？用世间偌世在的，是因为你引起的。你敢有想过？你造成偌济生灵涂炭，迄不是我错误，一切拢是恁造成的。真是要算，要算伫你阿个玉帝身上。超好灵哦！为什么你到即摆阁这么不我？廖通真人，是毋是你犯法的？你有啥物企图？你阴谋颠覆乾坤，扰乱公序。错，乾坤的颠覆，公序的混乱是天命注定。我情何灵王，敢有需要犯法做啥物同啥物一件事？妈祖，你还了你自己好，为地面一半时间就要到。对，天毁地灭的时阵就要到，那我是要安怎？你是玩得想？我情何灵王弟的，到时阵你想为我一头，乾坤因有在我家里，你听伊啊，跟随我享受快乐。是。妈祖安尼想要爽快，本先生来出人。是。
想孤芳寂无定，孤单冬伊我点。妈祖启示录，尽人事听天命，唯愿将难字藏在心内，爱去克服，唔通被难所克服。人生上大的成就，就是克服万难，为失败之中站起来。先生请留步。袂使，你若无嫌老朽啰嗦的话，我想搁叮咛一遍。罗家里转变尊者，这受到提防的官员，别不孝的官员吞我之事，关系重大，已将涉及到残杀人命，湮灭罪责。所以，先生。我回去一定详细禀明尊者，搁深入调查，请先生唔免劳心。老爷，老爷，这是灭世大人所留落来。郭青鸟，这是尊者的心意，请先生就莫搁提示咯。老朽我袂晓通收。就当作尊者赞助这舞会事业。你看，先生你这间舞会事业年久失修，若是因此影响学生的学习，那安尼先生退隐山林、教育英才的心血，唔就白费咯。请留步。只是天灾。并非人为，这敢是安尼？大人，小爷所讲的句句实言。黄文山，你即摆忠告的是知官屈英华、孙虎、老英泰，甚至指向更较关键的雍城的官员，要求到吞没抢收暴犯的官员。你敢知影？诸事替代啊！知影，也毋过小人难去检举，我良心袂得过啊！遐个官人是百姓等咧收好提防、安居乐业的钱啊！这阵无人性的贪官污吏竟然私吞。顶个月，林溪四江这几个县又去落大雨，可无抢收好的提防会当防灾，死60几个人啊！小一路上上课，根本就无人要插我。治军之路，毋就是着爱替皇上、替黎民百姓做代志，解决这问题。我黄文山只是关于一个小小的感觉，我拢知影这个道理啊。巡抚大人、知县大人，根本伊毋捌。你敢有证据？有。遐个贪官私吞官钱的过程，小埔内底拢总会当推算研究出来。啊，还有更加侪钱是上缴予更较关键的人。上缴予更较关键的人。这敢有可能？大人，你是高风亮节的清官。天下百姓拢知影你上加伸张正义、主持公道，又听讲是皇上上看重的假讲技术。大人，这件代志，敢若你会当出面处理啊？连马祖无咧显示，叫小来向你投诉。马祖无？是啊，小的进前跳级向巡抚老大人禀报这件代志了后。一直咧苦等，也毋过伊拢毋插我。万般无奈之下，
小的只好去庙里求妈祖婆指点迷津，结果妈祖婆显示，讲敢若有你会当解决问题啊。大二，你一定要体谅可怜这老百姓，大家一定要甲提防修理好，袂当阁有人死啊！本官答应你，即刻查明清楚。樱花，老爷。黄文山，你这小婆就请下来本官者。一旦查明你所言无假，本官会提出来替你、替受苦的老百姓讨回一个公道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黄文山，陆幸对你不足，心中正义、主持公道、奉上尽正言。但后一切不法，当然是身为历史的责任。但是总不能动摇国本吧？大，伊拄则讲的敢是真实的？我往关于天河的时阵，敢若捌听过呢。玉皇老爷一直对你真不满意，有几落摆，拢是妈祖伊上天庭替你求情做保，佮往错啊几落摆。哦，也佮有啊，我的三弟雪山乌雕，敢真是无死？是伫李龙神遐替伊做护法的神雕，这敢是真实的代志？什么？你相信妈祖，无相信我前河灵王？那你去跟随伊，你去对妈祖如数斋戒。千品修道无欲无求，叫玉帝当作一只可怜的废物。等到日半时刻，你我对你消袂掉。啊？安尼伤过凄惨啊！无啊，还是对你有较好啦。阮唔会当享受，也会勇敢还人，随阮的创治，想要安那就安那，安尼是足好的。另外，继续甲顾好。伊替我求情。做保，甘愿代伊接受我，你当做我是三位囡仔。妈祖，若毋是你设计陷害伫追我前河灵王敢会变假呢？你着等咧看，我前河灵王若无治你的命，誓不甘休。时间差不多啊！哼。搁一丛香的时间，伊就无救啊！咱总算是报仇雪恨啊！放我走，回头是岸。你才结识回我，还阁会有？哼，放你走！当初你撩阮，害阮伫咧天牢内底受苦受难的时阵，哪会无想到回头是岸这4字？天来！唔通叫前河灵王煽动去，唔通跟随邪教危害天下。紧去收回我，紧放我走，我会替你甲玉帝求情。你想这啊？一丛香的时间了，你代天后妈祖就要永远消失啦！千里眼，顺风你，千里眼，顺风你。妞妞，我即马，敢若剩会当甲恁讲话的能力尔。妞妞，紧！你两个紧去救太上老君，去救伊老大人，紧来救我，紧去！妞妞，也毋过我甲千里，讲你出无一半，佮受重伤。妞妞，我惊阮两个可能无办法去救老君啊，所以妞妞你，妞妞，妞妞啊，妞妞，妞妞。
安怎？剩咱两个我都去救妞妞了。咱拼性命，嘛来救老君，甲妞妞斗相共。哎呦，是要安怎去啦？咱的功劳都剩一半尔，剩一半都有够啊啦！拜托你讲，我要讲一半啊，无到底是要安怎办啊？我将我的元神甲气力拢总予你，一半加一半，都比原本搁较好啊！你在讲啥？你甲你一半的元神亏了我，啊，毋过我无可能，伫一张休的时间内底甲元神行李啊，死狗你毋对。我会死啊！死个算啥？你通算无？我这条命，甲妞妞的性命比起来，是算啥？千里，你应该无袂记才对。若不是妞妞救咱，甲咱度化，咱早都唔知影死伫咧地啊！你袂记了？我知影，我知影妞妞的性命比咱两个什么人更加重要。啊，无安尼啊，我的元神互你啊，你去啊！你去啊！你叫我目睭紧紧，看我和平的死在我面头前，我做袂到，做袂到！你做袂到，你无资格做我兄弟！你讲啥物笑话？你讲啥？陈立，你甲我听好清楚，你阻止我对妞妞尽忠，安尼就是不义。你无把妞妞的性命当作是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不忠。我袂甲这种不忠不义的人做兄弟，你有听清楚无？陈立，陈立，你唔通哭，查某囝袂使哭你。你看你，已经生做无讲戒烟头哦，功夫搁歹，搁爱细细念，这拢是我看无顺眼的。也毋过，我甲你讲一句老实话。实在你这个朋友，你这个兄弟，我感觉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荣幸。兄弟，歹势，我可能下摆拢无机会甲你搭嘴鼓，甲你练武功啊。妞妞都交代你啊，拜托，拜托。你若无去遐，后世人，给我一个机会，继续做你的兄弟。你去救妞妞！这爸爸你想的哦，你目睭袂当甲我开起来，你若气我都袂记你这个兄弟，等我倒来，你俩等我倒来。哦，伊这么济元神真气啊，安怎？甲元神真气交互倒来进前，留一寡好家己来补身体啊。正确哦，千古珍奇的大补品，咱先食一寡啊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出来！到底什么人？无想要活是无？是我拄啊好经过这，唔知有甲你搅扰着。老高，你换了嫌神哦！阴曹地府，你也敢来？啊？你讲啥？这是阴曹地府？
敢袂？我感觉这环境清幽，空气嘛袂歹，根本就是先进。那安尼认为一直是大罗先生哦，受我一拜。你找死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恁两个是头壳歹去，头拄啊，你毋是叫我老婆？卖甲伊啰嗦，好死！臭野婆，倒一个才是真的啊！我是真的，伊是假的啦。我才是真的，伊是假的，你茫叫骗你啦！你搁戆菜地啊，紧拍伊啊！我才是你兄弟，拍伊！哼，我才是你兄弟。啊！过来一个，我才袂叫恁骗伊，随时呀！我甲你讲，伊是假，你唔相信？你看。嘿，你这两只真细啊！太上老滚而且也唔缩水就饱，哈？太上老滚，飘！快走走啊！妞，你真是啊，妞是的啦，千年修我来救你，妞。好啦，时间袂有啊，紧转去救顺风较要紧啊。老君，啊不过妞伊，哎呦，千里，紧去救顺龙呢，还佫有天宝伊妈孙啊。妞，做你放心，我一定保护你的安全。不过妞，你袂有代志啦吼？我老君伫咧，你放心紧去。紧去啦！妞你要保重哦，紧去。多谢你。免。玉帝是毋是有怪罪？当然嘛是有，我照想，把这唔条仔收掉。老君，拜托你给我一摆机会好无？我相信你天良还袂泯灭。我一定有办法通我度化伊。佮再讲，伊若是改邪归正，伊就是咱天庭会当用的良足大才。我拜托你了解伊好无？好啦，多谢老君。兄弟，你来等我，你才能帮我一个人呢。太上老君，使我救出黄文丹，一旦救你性命，兄弟，你来支持你，你来等我等。孙龙，我到。太上老君救出黄文丹。孙龙，你唔知啊？有够危险的啦！但是太上老母甲透相共，我真正无法度去救娘。好，讲到迄两钟声，我无良心的，用迄无吉心哦，要甲娘伊的原生亲戚全部甲吸。娘已经平安啦，无代志。今晚我上欢喜，就是等甲伊见到的。你无代志，有啥代志？我讲袂记我，伊讲救出黄文丹，不管什么情形，都会当家人救我。孙老爷，孙老爷，孙老爷，
你嘛甲伊这个孙头的，你可要答应我？答应我这个孙头的，你嘛甲伊一个？老君，孙头我无精神的老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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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遐日孙头无大啊，老君，你唔甲我讲过，你都甲救回来。老君，当初你爱我2摆做妖怪，我就答应。叫阮两个住伫你个小区边，普度众生，救苦救难，我嘛答应啊！受偌济苦，受偌济罪，我都无计较。你是要对待我的兄弟孙头的？老姑，你有听到无？大家都甲我装笑，这是怎样骗人是不是？有太太，这个不是怪不上，你完全道理啊！孙头甲我救起来，安怎？是要用我命来换？来啊！你再来啊！我讲过，我兄弟孙头，你要是100摆1000摆，我都无给来啊！我用我生命来换。陈丽，陈丽。陈丽，陈丽，陈丽，莫叫遐大声，我耳孔真大，足吵的。陈丽，我刚才情绪，你有冇刚才情绪？我今日当笑你啊靠！兄弟，你为了要救我，做这样一件代志，我真感动。也不过我警告你，你若敢牺牲你的性命，我无用稳你哦，我嘛袂活哦。你的水命！也就是讲，我都甲你灭灵灭掉，连昆先生甲无极神罗，我那被太上老君收倒去。这是因为太上老君实在伤过厉害啊，我无法度。我已经尽力啊啦。对啊。一句尽力，就算是对我交代的事。啊！龙王，成功啦！你成功啦！阮知影唔对啊，阮知影唔对啊，请你给阮一解机会，请你给阮一解机会。逃过庙通的毒手，妈祖娘娘的功力敢会当完全恢复？庙通所需调停，改变破关，要治玉皇伊死地。玉皇当一步一步踏入庙通所设的死亡陷阱。妈祖娘娘要如何解救命在旦夕的玉皇呢？妈祖娘娘终于找到替玉皇伸冤的证据。阴险的庙通利用瞒天过海的招数。竟然抢得先机，证据就要被毁灭了。妈祖娘娘要如何改变局势呢？妈祖启示录，学佛必须爱了解无常的道理，确实会用个彻底明白这个道理，才会当操纵家己的性命，来去自在。迈向光明的境界。夜夜梦离离思念，目眶红衫无是珠泪感，青春赶无通，歌声咧酒咧红，看阮舞步。遥望岁月流转，红颜像孤芳，寂寞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
风光，红颜像花丛边浸看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